大家好，我係李日豪，又嚟到花旗環球財富投資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。今日係2025年嘅4月28號，美股已經踏入咗業績公佈期。截至上個星期，已經有30%嘅標普500指數成分股公佈業績，當中有74%嘅企業業績好過預期，比例同歷史平均值差唔多。而第一季度平均盈利嘅增幅亦都超過1%。不過，投資者嘅焦點主要放喺前瞻性嘅指引上面，上調同埋下調營收指引嘅3個月比率為0.3倍，遠低於0.8倍嘅歷史均值。但係業績期至今，下調營收指引嘅企業數目並唔多。目前為止，標普500指數成分股當中，只有24%下調或者撤回營收指引。金融股雖然由2月股市見頂以嚟跌咗7%，但係表現跑贏大部分嘅其他周期股，主要由於保險股同埋支付股嘅強勁表現所致。4月8號股市築底以嚟，大型銀行嘅穩健盈利有助提振市場對金融業嘅信心，因為投資者正等待美國政府公布放寬監管嘅措施。股票方面，雖然投資者重新配置各區域嘅股市，導致非美地區股市跑贏美股，但係我哋仍然認為美國大型股係一項優質嘅資產，應長期佔多元化投資組合一席位。但係我哋正在觀察投資者廣泛持有嘅其他美國資產情緒，因為兩者今年都同美股一齊走弱。今次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